不过英雄派大使吕诺亚以画嘅人物总系本人欢喜美好嘅感觉，看唔到受屈悲伤。本人讲系幸福画家。其实台湾也有一代客家后生画家林宗芳有同样嘅理念，也作品写过样，场景过两千，同时主角登上系每位无路狗嘅，本看画嘅人都唱睇也图画嘅场景地度，以无同样嘅城市有料。也感受得到轻松幸福的感觉。60年的茶楼，用能辐射的灯笼显示出九份身上的怀旧风情。顺后还有每位个悠闲的造样，本人吃到悠闲色彩。另外一幅画作係日本京都紅色的楓葉同楓葉，每位鋪頭紅色的油桐紅，目光還看得到時間的感情。無同樣的國家，無同樣城市風貌，睇畫家林宗芳的畫別下，本人改唱許多幾隻嘅。是在京都的一个花见小路那边有一个红色的油桶，那时候刚好是秋天，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觉得哇，这个油桶红的让人家不得不注意它。画一只猫在上面，然后眼神有代表一点思念的感觉，或许这个构图是非常让人家有吸引的。画家林宗芳的作品当中，仲會有每位機會出現，畫作嘅色改飽滿，場景改點清。本人看嚟吃到輕鬆歡喜，充滿了溫暖同幸福的感覺。我也是運用了貓跟狗作為一個，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作品能夠放慢腳步，能夠比較輕鬆的看待這整個世界跟生活的步調，這樣子。特別一人一太了跨年冰天花炮，講到講唔得，兩張每位變減減，享受也幸福嘅世界改甜蜜。一個作品係畫林宗芳吞家嘅甜蜜嘅回憶，每邊作為林太太最後嘅一幅畫。我跟他一起去看過跨年的煙火，所以那個時候，因為101在放煙火的時候，那個場面很壯觀，所以他當初他在畫這一幅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哦，這幅畫起來一定很棒。所以因為那一幅上面有2隻貓咪，代表我跟他當時的感覺，所以這一幅就是好像是我們2個心裡面的一個小花園的感覺，對。林宗芳用鉛筆一筆一筆詳細嘅描出年糕嘅畫作，準備喺投影到畫布上，佢再個用壓克力顏料再個畫一遍，一筆一筆個優秀，一幅畫作從無到有，完成嘅時間就係4年到半年邊呢。那因為像亞克力顏料其實不是很容易平塗的東西，那你塗完之後，它其實顏料還是會看得出薄跟厚的地方，那有些薄的地方你還要再填補。再把那個顏色再上更厚實，所以光黑色線條不是只描一次，就是要描到說整個線條是很飽滿的。林宗芳嘅畫風個優秀，一些素材就越愛控制畫筆的力，吞顏料嘅濕度。它太濃稠，而且它就在你的筆尖的那一點點而已，你要怎麼樣去推拉它的那個顏料，其實就是要靠它那個有點濕潤，可是又不能太濕。如果太濕的話，你只要筆一點下去，它就整個暈開。林宗芳從細就係水墨畫家嘅阿爸林金斌教伊畫圖，而從細睇下你環境狀態，自然就好多畫圖，含個累積嘅更多嘅創作能量。技法上面，我父親是畫水墨畫，那我其實就是用水墨畫的其中一些可能工筆畫的技法，融合一些日本的浮世繪。
那我自己也蛮喜欢看那种宫崎骏的卡通，所以看我的作品其实会在色调啊，还有整个构图的感觉上面，隐约可以看到一点宫崎骏的感觉。虽然阿爸咪係藝術家，唔過就因為安尼，抵定藝術家嘅艱辛。一開始其實唔係林中芳行一條路。其實我不鼓勵他走這條路。我曾經跟他說：你在思考，真的要走這條路嗎？如果再走下去，說不定你的熱忱3分鐘或者5年以後，可能你會後悔。那當時中煥說：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堅持走下去。經過溝通，青年變做林中芳行藝術一條路後，最他嘅支持者，一下伊嘅作品還做成嘅文創商品，明信片、撕破嘅書籤，本韓國多人做的收藏。考量到說一般的受薪階層啊，那收藏的一個能力比較有限，所以我們就開發一些比較生活化的東西，比如說筆記本啊、明信片，或是一些限量的版畫，讓他們有機會可以收藏。其實一般民眾很樂意收藏這種比較相對他們來講壓力不會太大，可是又可以擁有一幅藝術品的機會。這個叫做夢想起飛，其實就有一點幻想式的那種感覺。那剛好它到12點，就是說超過12點就是一個新的開始，所以就是追求夢想要不斷的往前前進。歸腦歸小語文化為色，層層貼貼出浪漫的異國風情。歸純歸亮的配色，表現出陽青又安逸色彩的氣氛。無論係金黃飽滿的古川、老時意的龍葉環橋，也係開發大的金髮、順風的風樹也都情景。林中芳的畫本人知道用輕鬆韓國有歡喜的感覺，未像係帶人觀賞者向下去旅行，一看無同樣嘗試的風貌。